红红的花开满了班级道，一首民歌传唱40外冬，嘛见证每一冬3、4月班级盛开的壮观甲优美。不过，伫美丽背后，当班级结果以后，一旦别开大量棉花迎飞，就会亲像落雪同款，对环境甲民间族群也是长期的痛。虽然台南伫县市合并以后，已经无种新的班级做行道树，不过现况的也是互地方相当困扰。困扰啊！即卖问题就是讲，我拢会拜托区公所，那袂开会定较紧，请吊车来遐物件用的了，这民序就袂起来嘛，袂起来中间会影响到里面的一寡生活，飞来飞去，中间会造成一寡污染安尼。面对棉花迎飞造成的困扰，以安平公所为例，配合干务局第一大队，就需要掌握时机，委请厂商来提早修整，卖加一寡防治药水，会当早一点落果，避免可能污染。我们区公所大概有列管，大概有4处，像里内比较大的是建平公园，还有宜平公园、国平公园跟一些西山抽水站，它每一个范围大概就有特定几棵木棉花。开花完之后，它之后会结果实。那结果实，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时机点，就趁它棉絮散开的时候，先把它打掉，它以减少说这个棉絮造成民众的一些呼吸道的问题。世上的代志就是安尼，有好有歹，有一好无两好，真歹两全其美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